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7月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。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。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义人。什么人是义人？要安怎才会当成做上帝目睭中的义人？圣经内底义人拢是采用这个被动式来称义啦吼，因为人袂当家己称义，是正着上帝的恩典、上帝的作为，还是讲上帝的呼召甲宣告，人才会当被称做义人。出埃及记第3章第1节到第6节记载着摩西受呼召的时阵的场景。上帝甲摩西讲，这个地是神圣之地，摩西就照上帝的吩咐去做。摩西替伊的丈人米甸的祭司叶忒罗雇羊，伊带羊群就去旷野的西边，到伫上帝的山，就是迄个山。上帝的使者伫刺皮的火中来伊显现。伊注意看到刺皮互火在烧，毋过刺皮无烧去。摩西心内想讲：我着踅过去看即个奇怪的景象，怎样刺皮无烧去？上主看到摩西踅过来看，就对刺皮来面对，叫伊讲：摩西，摩西。摩西应讲：我伫遮。上帝讲：你毋通去行我内。摕家己的下堂起来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神圣的。伊阁讲：我是你祖先的上帝，亚伯兰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。摩西就遮伊的面，毋敢看上帝。保罗甲罗马教会基督徒讲到着这个律法啦吼。保罗非常清楚表达，真正的义人毋是遐个听律法、听道理的，是遐个听了搁去实践的人。罗马书第2章12节到16节，外邦人无摩西的律法，若犯罪嘛会受律法的审判来灭亡。犹太人有摩西的律法，若犯罪会照律法受审判，因为毋是听律法的人，伫上帝面前是义人，只有实行律法的人，才会互上帝宣判做义人。无律法的外邦人，若照本性遵守律法的规定，因虽然无律法，家己就是律法。安尼表示律法的要求有刻条伫因的心内，因的良心嘛会证实，因的心思有时家己会责备，有时家己会辩护。安尼伫迄日，照我所传的福音，上帝会通过基督耶稣来审判人冤捌的事。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。你的话是带引我的灯，是我人生路上的光。我要持守严肃的约定，遵守你公义的教导。上主啊，我的痛苦非常沉重，求你照你的应允赏赐我新生命。上主啊，接纳我感谢的祈祷。求你甲你的命令教导我，我的性命时刻拢伫这个危险的中间，要求我袂记起你的假使。歹人设着网要害我，要求我无偏离你的律例。我将你的假使做永远的产业，因为这个拢是我心所喜爱。我专心归向你的命令，永远遵传，直到生命的结束。我求上帝帮助阮，成做你眼中的义人，
被你称作义，阮会当来实践信仰阮对你的引带甲呼召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